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嘿咻！来人的小朋友，你去哪里来要来摕宝藏？啊，你敢有信心？来，这个所在。有，啊，敢有你有信心？其他小朋友有信心无？有。啊，无我讲一两三啊，做伙讲加油，要上大声哦！一两三，加油！好，等一下尽量讲台语，讲较大声，才有机会摕到宝藏哦。小梦想来啊！守护宝藏是我石门神，擘开智慧，爱找智慧之神。台南的囡仔兄、囡仔姊，也阁有上善良的探险队长，大家好！就是安尼啦，有精神哦，就一定会摕到金箍箍。队长，我最近啊，伫咧神殿啊，想到一个代志呢。这个科技吼，也是愈来愈发达。我想要问小朋友，你若是有机会哦，会当这个飞上这个外太空，你想要做啥物？聊外星人，掠这个外星啦。啊，搁有无？甲外星人翕相，翕相甲外星人拍招呼，拍招呼，甲外星人讲话。甲伊讲话。啊，要甲我的外星人拍招呼是要安怎拍招呼？你会当示范一下？哦，伊是安尼呢。啊，我会记电影拢是安尼播。你是用感应的就对啦。讲话因为大家啊，拢无去过外太空，所以大家拢唔知影。啊，不过希望大汉的时阵会当去外太空，会当互恁哦看到这个外星人甲伊翕相。啊，不过呢，即摆上界重要的来到神殿，就是要摕宝藏，所以台南的囡仔兄、囡仔姊，即摆提出恁的精神，也够可以来大声讲出恁的队名。我是代表高大队，出发！欢迎光临。小朋友，来到这个所在啊，咱先徛伫遮。是，啊，你是安怎过来啊？我今仔日要来摕宝藏啊！无啊，我就讲我神殿要休困一工呢。啊，毋过拄则石梦是无甲阮讲啊伊。无甲恁讲？无甲阮讲啊。哦，啊，伊真正记性真歹咧，我就甲伊讲要休困，我要去天庭找阮朋友呢。找恁朋友，你敢有朋友？有啦，恁敢有朋友？有吼，我嘛有朋友啊，我朋友拢伫天庭啊。嘿，会对哦，若讲到我要去天庭找朋友，恁感觉啦？天庭生做啥物款？都是魂。拢是拢魂，是魂啊，还有啥无？做者生命哎，这是神明嘿。新名。哎呦，哎，若讲到神明，你会想到倒一尊神明？好地公，土地公，讲敢搁有青龙爷，先王爷。王爷、太祖，太祖哦，三太子。哦。对啊，恁讲的这拢是我的朋友，我是讲我去甲因交流一下，啊，搁甲因补充一寡家己的智慧，有当时智慧无够，啊，去因甲因借一下。哦，安尼今仔日要来甲恁考验，你有信心无？哦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听那个。叫阮的名，咱的大天神上爱食鱼啊，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。若伸到一尾鱼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看到对偌济，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。好，关庙内小朋友，请问一下，恁一定拢有去过公共场所，啊，甲定去倒位？好，
好，对，哈是绝对是上贴气的、上正气的。啊，其他的小朋友咧？超凶，超商哦，超商买物件是无哦，买物件。啊，佩玲咧？去厝敢是？厝是公共图书。你厝的我嘛通啊去，我爱去遐行行诶。哎，恁兜哟，哦，佮细细，全部人拢会使去。无啦，厝的应该是算较私人的空间啦。啊，请问一下，啊，若去公共场所爱注意啥？啊，袂使做啥代志？袂袂使抽烟伫遐走，诶，袂使食薰，袂使用走的。袂使走来走去，真好。哦，大家拢真有观念。啊，即摆要来甲恁考验哦，准备好未？好啊！加油，现代卡，来，好，开始啊，较头前的哦。醒起来，醒起来。也是啊，哎呀，是啊对，爱看遐讲哦，才是着看倒手边讲吼。哎，有啊有啊，啊无，来加油。好，嘿，踢车球，停车场对。哎，超凶，超商对，啊，看伊边讲哦。看倒手边哦，嘿，醒着了看倒手边讲吼，加油加油，嘿，大卖场，水啦，大卖场。哎，你要倒，你要倒。咦，欢迎，对。袂记你啊，海巡馆，海参馆，嘿，来，车头，嘿，对，车头，哎，剃头店，嘿，剃头店，真好哦，庙西，嘿，庙西，哈哈，嘿，真好，来，哎，反正我甲你撞着哦，好，哎，寿司店，素食店，对，素食店，教室，水啦，哎呦，真好哦，哎，哎呀，来，蔡师傅啊，来继续。看伊，嘿，你看清楚，屁弯，戏，唔对。啊，这位，啊，较头前的哦。去这关庙讲，啊，对哦，厉害啊来哦，还有一寡时间哦。嘿，汉药店，汉药店，好，真好。咱北岛腰会去倒位？会去一个搭，啊是 pass，来，啊，起来，嘿，啊，哦，我现场，嘿对，真好安。尼有啊。咱做伙来复习一下，来头先无讲到的，安怎念？戏院，你头先有讲到法院对不对？法院啊，这是戏院。好，啊，这大陆拼音安怎念？米达，米达，你看参像迄个打就是 NN，就是一个拼音。哦，你若是有看到，哎呦，有一个拼音甲发出来，米达。真好。咱头先有讲到哦，去食歌庙公，大家敢知什么意思啊？咱华语讲喧宾夺主。哈，啊，若是讲台语，我来甲恁解说，就参像即个神殿是我咧管的，对不对？很神咧管，啊，毋过石门神哦，伊就伫遐管东管西啦，管甲当做即个神殿是伊的共款。当这是主人啦。嘿，这就是淡薄仔去食官庙讲的意思，安尼有了解？哦，有吼，好，咱搁看觅后一个汉药店是啥物店？中药店，最重要。嘿，卖中药的吼，对。啊，剃头店那即马定若交头毛落去的所在，美发院、美容院。好，来看觅恁拢总摕到15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水啦，继续加油，来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好康到小报，两位队员换球台，看球恁要去倒一空，另外3个人就要讲出台罗拼音共声母的词，看到几题就会当摕到相对金扣扣，恁敢有法度来过关咧？顶一个恁的队名叫做孤东队，你敢会当甲大家小可介绍一下，是安怎叫做孤东？因为阮遐有一区水嘛，内底有足侪龟，
无水的时阵，伊就缩去溪仔内底，啊落雨的时阵，再缩转来。啊，就因为遐足侪牛，才就叫牛洞。牛洞啊，我若是要去看迄牛洞啊，去倒位看？王主任因兜边啊，所以恁兜边啊，迄古洞伫恁兜后壁啊。啊，你敢收门票？啊，恁遐迄古真正有真济无？你敢有去足济啊？你敢有算过？你敢有算过几只？伤济啊！有超过10只无？有哦，真趣味咧。就好注意呢这些，哦，所以后摆要去看这个古洞哦，嗨，就去主任因兜后壁。好啦好啦，安尼加油哦，吼，加讲一挂哦，林大家。嘿，加讲过，来哦，好，红色较难。是有就好啊，有就好啊。来，大菜闹嘛有。安怎念？伊食的伊想看卖？牛牛对，发鸡，发一个花鸡，加鱼，鸡，好对，鸡家对。己来，来哦，加速哦。紧的哦，好，再来有就好啊。加油，后边。啊，无这个。啊，快来，安怎念？轻当的轻，科科，菜，轻菜，芹菜，对，轻物件，看物件，肯对，看开门，对。我嘛甲开开。哎，来哦，加油，来哦，有就好，有就好啊。加油哦！可以较贵。差一点嘛，主任加油！餐厅差一点真正心脏病发作呢。这摆谁？红太买赢，红太湾。安怎念？红菜的菜，摕伫面床顶的嘿，摕，物件摕菜鸡的菜，嘿，台语，好，台呀，阮做标拢有迄对。台台呀。啊，对，真好，台啊。来，加油！时间时间够有的哦。加油！哦，这个使哦。哎呀，冇，安怎念？毛白毛，毛变，冇变贵，带某，无唔对，咪咪人，猫咪啦。猫咪人，猫咪人好。猫咪人，来，加油！加油！尴尬哎呀啊！啊，不要紧，咱连咪做伙来复习一下现代感。第一题，毛白毛是 M， 这个音 M 是淡薄仔有偏音，甲咪是小可无共的。还有啥？关了咪，咪嘛是啊吼，咪买物件，啊，物件，面。哦，真好哦。袂歹，来，洪太太，红台剃头毛，剃头对，啊，体价该用的，体格 A 哦，心体格。态，哦，身体，水袂歹，就好的啊。主任，来一个板头，头啊，真好。啊，水。真好来，后一耶题咱来看卖，银接，银夹，硬硬，哇，水哦，袂歹，银角啊，嘿，银角啊，哦，银角啊，医言，语言对，语言，眼光、眼科、眼科，眼神，眼神拢是这个眼。好，来看卖，恁拢总摕到11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水哦，后一关哦，准备接招，现代家。看你安怎排，伫规定的时间内，各帮两边的人爱用形容的方式沟通，再搁照顺序甲身上摆去正确的位置。爱记住哦，形容的时千万唔通讲着顶面的字，若无恐惊会浪费恁的时间哦。主任高先，我甲恁请问一下，我若是想要去关庙耍啊，要炸盘手咧，你敢有推荐的物件？往来，往来，啊，还有啥？丁顺，竹笋、柑
加关庙，加关庙。关庙面，现时你有听到无？你两家去关庙耍的时阵，会去甲我买这3项哦。往来，是安怎互我去买？那毋是你去算买当下我食？买过足紧的，我坐高铁甲开钱好啦呢。好啦好啦，恁敢有人厝的咧种往来？敢有？无，啊是有咧旁面还是泡面？还是竹笋？的，拢无，拢无。拢无。哇，哦，恁兜是地顺，竹笋哦，恁兜咧种竹笋哦。啊，竹笋啊，葱啊安怎处理好食啊？猪汤、猪汤。排骨汤，排骨、笋啊排骨。做好食的。好，咱即摆要出题目啊！来，听好清楚。即摆要出6个风景区，对上北到上南，上北边的排伫第1，上南边的排伫第6。安尼有了解无？加油哦，林大家！啊，你想看嘛？你想安尼遮看风者？景区，上北边。紧看啊，紧讨论。来紧看，阮这边上北的所在是大楼，是一栋大楼。上北边是一栋大楼不的哦。管不管，寒年时阵会去遐看烟火。啊，你讲你讲咱上北的有啥物？活鱼三安尼家，活阮鱼三只，啊，阮遮有迄活鱼会使食做侪种形式的。阮即个人排第1个。啊，恁遮排第几？咱会来介绍第第二。二，第二哦，来，做伙去，做伙去。伊迄边是活鱼哦，活鱼啊，活鱼你即摆三只是第1。啊你啊，恁甲伊讲上南的，上南的，阮遮是武城的所在，好，府城的所在，会当食虾饺。迄水足臭的。哈，武城的所在，府城的所在，会当食虾饺。迄水足臭的。对，阮遮这水就臭对，的。即摆有考好啊啦。还有夜市啊，第6。哦，你不要排排第6哦好来紧来紧排紧排紧排排。快点，紧点，2个人做伙摕，做伙摕。排第5，第5好来。第5。嘿，府城会当食虾饺啊。好来，啊，所来这即摆剩3号甲4坑中号啊。咧嘿，足大丛的树啊，是毋是有火车？来，你看有火车，阮遮会当坐火车。会当坐火车，啊，你家讲这边。全节新民做大尊的，阮这个所在当食肉丸。好，来，开始。来，进来。3号那个，你家因讲，我这边几号有物件？阮这边3号有物件，啊，够有几号？ 1号、3号、5号。哦，1号、3号、5号拢有哦。阮遮2、4、6，好，哇，总算是白煞，是无介好形容。我今日连咪豆豆啊来学看嘛，佫有倒几个树，通啊，甲因形容出来。好，林大家，来，咱即摆有看到，遮有6个所在嘛，6个风景区，安怎念？台北101。这通安怎讲？头先讲了已经真好啊。放烟火对无？放烟火，啊，什么时阵会通啊看到烟火？过年，嘿，迄是哈哈尼，尼，嘿，哈尼。年，啊，再来，安怎念？石门水库。这较活歹鱼三只。恁敢捌去过遮？毋捌嘛？毋捌。通啊坐船去踅踅，嘿，看风景，差不多。差不多啊，呢，遮少少的。遮会甲记起来，吼。好，来后一题是倒位？八卦山。八卦山，敢有较南边？有啦吼。有佛有祖，一个有一尊足大尊的佛祖。佛祖，一个佛祖。会使遐食肉丸。对，遐上名就是肉丸啊。啊，对，中华嘛。嘿啊。咱来看觅后一个是啥？阿里山。咱请咱捌去过的古神，甲咱介绍一下阿里山通安怎形容？这大丛的树啊，啊，树啊，就是新木，对无？这大你有看到无？搁有火车，搁有火车。啊，各位，当食便当啊，啊，对阿里哦，山铁路便当。铁路便当。啊，坐火车食便当。啊，毋过刷来即个所在，应该大家拢去过无？有哦，这就恁的地盘，通安怎形容？
你赤坎楼无好去形容嘛。你就会知讲，遐有真侪古迹，啊，毋过毋是孔子庙，不是空主标，毋是安平古堡，不是古堡，嘿，啊，另外一个是啥？可能凡世想会另外到。一个是啥？好啦，鬼弟，这真正有难度。嘿啦，是倒位？高雄，高雄安怎念？爱河，你头先形容的是啥？就吵。小草，即摆可能有淡薄仔味啦，嘿，可能比以前较好。啊，哎呦，高雄的旧地名叫啥？沙对啊，安尼这你就知影。就想到，对不对？你若讲迄个所在，伊的旧地名叫做打狗，哦，大家想到就知影是高雄，高雄是上南边的，对不对？不要紧啊，虽然拢无讲出什么重点，啊，毋过目汤啊摇着，真厉害，拢总得到落地，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好，有3届摕宝藏的机会，敢摕到咧？紧来看。3届的机会真厉害哦！要选倒一个动物？第一个动物你要选啥？石虎，好，好，啊手轻轻啊哦，轻轻啊，放落。好，大家做伙我哦讲。请饲落，才饲落哦。好，好，第一个金箍箍，请饲落。石虎，哇！快紧，第2届的机会，想看卖，回落。每回了，必定想要长尾山呢，对不对？好好啊，安尼恁先选，看要先选倒一个啊？恁还有2届的机会，好好，先每回落大家了。做伙哦哈，好来哦，做伙哦哈，轻轻啊有哦。信心哦？哇，应该有啦哈。第2金箍箍，每回落，请饲落。每回了，颁奖！容易得到咱的趣味倒椅。哇，恭喜耶！这个是新的，无共款的趣味倒椅哦。无唔对，哇，这是安怎？跑车哦 ，F1 跑车的无呢。唔对，啊，这倒会使几个人算哦，8个人拢会当算。对啦，一暗8个人算。那才好啦。毋过哦，听讲因迄一个班无超过8个人呢。啊，要招什么人算？哦，恁迄班10个算10个嘿，啊，啊。咱输的。恁8个啊，拄拄好，一班人算，啊，定是恁班几个5个。 ？5个。啊，你看老师做会算啦。嘿，啊，咱袂歹啊，袂相抢啊。对啊，哇，真好咧！因安尼会这4盒早顿去，全下下的人拢通啊算，真正有够好咧！继续加油，继续讲台语好无？好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，你讲。